好，大家好，又嚟到一個獨自去偷歡嘅系列。咁今次會講睇本書叫零浪費會議術嘅。我係歐兆聰老師啦。我自己個人覺得如果係翻工嘅話，係非常值得睇嘅。小朋友嘅話可能會覺得有啲距離，咁所以未必會俾到5分。咁但係其實我自己就幾中意睇嘅。今次我試下用新嘅系統啦，因為之前我一直都用開DeepSeek 啦。咁今次咧我就喺做完晒成份嘢之後咧，就再同佢 Gemini 去到討論其實點樣可以提升。所以我哋而家開始啦。講一講啲書籍嘅基本資料先。個書名叫做零浪費會議術啦。我自己幾中意個封面，幾得意嘅其實。我個作者叫做橫田伊助男啦。都好新嘅2019年嘅一個嘅書籍嚟嘅。佢一開始嘅時候提綱挈領就係講其實點解我哋要改變個會議啦。因為其實我自己翻工嘅時候，好多時候都係有會議嘅。有陣時我係參加者咧，有陣時我係主要負責人啦。其實佢都會覺得嗰個改變係一個連續性嘅，即係由我哋一開始嘅改變咗個會議嘅嗰個文化，其實會改變到我哋工作成件事，以至於其實個工作改變咗，會改變到我哋嘅公司，再繼而因為公司係一個改變，會改變得到我哋嘅人生。所以其實佢覺得，既然我哋有個咁嘅連鎖嘅話，點解我哋唔嘗試去改變下嗰個會議先，繼而可以令到大家有一個更美好嘅人生呢？呢一樣嘢我都好相信嘅。其實即係無論幾時都好啦，即係就算未來喺個 AI 主導嘅年代都好啦，我哋希望一個人應該會有兩個基礎嘅能力嘅，就係佢有解決問題嘅能力同埋溝通能力。而呢兩個問題對於會議嚟講亦都非常之重要，因為佢係一個展現啦。而且如果你冇呢個能力嘅話，你個會議會非常之沮喪嘅。既然我哋成日都講，即係好似好多會啊，好嘥時間嘅會啊，有啲叫做虛伴嘅會啊，其實你要解決呢個問題，第一步就係已經要認清咗個問題，即係個問題喺邊度令到個會議咁失效先。佢就講咗4個可能性嘅。第一樣嘢就係會議時間過長啦，因為好多時候會議成為咗習慣啦。我哋老師其實每個月應該要開一次叫做教職員會議嘅，呢個係一個習慣嚟嘅。但係睇完呢本書之後咧，我都可以勉強接受呢個習慣，因為我唔認為呢個習慣喺任何一方面會幫助得到任何一個人嘅。另外會議嘅內容好淺薄啦，因為其實大家都淨係喺表面上面讀翻啲字出嚟，即係好大程度上面好似同學你哋上堂咁。有陣時啲老師淨係讀翻個字，你都會諗啊，咁點解我要花我嘅時間坐喺度聽你講嘢咧？另外當嗰個人喺出邊自己喺度講嘢嘅時候，坐喺度嗰啲其實都冇關係噶嘛。其實就成為咗一言堂或者沉默聽眾。其實同同學平時上堂一樣啦。你淨係坐喺下邊，你會覺得你自己係關事咩？或者你覺得你會投入，或者你覺得你有嘢攞得走？你冇嘢攞得到走嘅話，其實一定唔會有效率嘅，即係嗰個課堂唔會有效率，個會議都唔會有效率。亦都好多時候喺個會議裏面最後冇決定啦，因為譬如佢哋冇結論啦，或者佢哋根本上唔知道下一個步驟係由邊個去負責等等。所以本書亦都好實在地好快已經提出咗㗎啦。第一樣嘢就係聚焦根本嘅問題啦，即係其實你本身開會一定有問題㗎嘛，集中翻喺個問題上面先。第二，你要明確化咗你目標，你應該喺開會之前要達成咗你嘅決策或者產出係啲乜嘢嘅。你唔好有資訊傳達以外嘅一啲好空泛嘅討論，即係例如即係你個仔點啊，你屋企點啊，即係嗰啲即係你可以留翻其他時間去到討論咯。係啦，另外提升翻嗰個在會以內裏邊人嘅參與度啦，同埋最緊要嘅係咩咧？強制賦予啲行動喺會議結束之後咧，有明確嘅一個嘅待辦清單，同埋我哋有對應嘅負責人同埋期限嘅。其實如果大家覺得攞前面個 idea 係 OK 嘅話，去到呢一度其實唔使睇落去啊。但係為咗我自己記錄啦，同埋其實幫到其他所有人啦，我會嘗試下就住前邊講嘅嗰個大方向咧，嘗試個別去到做得再仔細少少嘅。例如第一樣嘢，我哋將啲會議去分類啦。我哋會分開3類嘅，有決定會議啦、拓展會議啦同埋共有會議。我頭先講到嗰個教職員會議，其實就似最右手邊嗰款嘅共有會議，即係佢想傳遞啲意志。所以我一定程度上又可以接受翻由一個教職員會議嘅。但係其實我哋亦都有好多時候開嘅一啲拓展會議或者係一啲決定會議嘅，甚至乎。所以我哋要定義翻其實個會議係啲乜嘢人去參加啦，佢哋想做啲乜嘢啦，其實就可以再做到後邊嗰個步驟啦。就係其實我哋點樣可以解決一啲常見嘅問題，例如會議前其實你根本上都冇一個目的啦，甚至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係邀請一啲唔必要嘅人員。我之前試過好多次，其實嗰個會議根本上唔需要我，然之後我被邀請出去，然之後我拒絕嘅時候，我仲要俾人鬧，
我係試過嘅喺我啲10幾20年嘅工作裏邊，然之後我充滿咗疑惑，呢個會需要我咩？其實你到最尾冇諗住達成任何嘢，亦都唔需要歐兆聰，純粹係你因為想叫歐兆聰，所以叫我。我係經歷過好多次嘅，然之後喺會議中間嘅時候，個主持人冇劇本啦，我哋唔感到興趣啦，會議之後冇任務啦，冇記錄啦，咩都冇啦，即係淨係開完會，開完3個鐘頭，OK 完咗啦。Wow, I'm so excited！咁所以一個好嘅會議架構其實應該係點咧？其實就係佢係一個好清晰嘅目的、論點同埋人員，刪除啲唔必要嘅人。如果你覺得歐兆聰其實幫唔到你，你唔好叫佢過嚟啦，好唔好？乖啦，其實佢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咁同埋用問題去到比較呢啲等等，去到推動一件事去到向前。咁去到會議中間嘅時候咧，應該短時間裏邊做一啲深度嘅討論。所以我哋需要設定標，有一個展開嘅部分。去到最尾用咗2分或者4分法去收尾，之後我會解釋咩叫做2分或者4分法㗎。去到最後啦，我哋會將呢啲嘢共有嘅成果咧，就化為一啲行動，例如一啲一頁式嘅會議記錄。咁頭先我都講到啦，你如果覺得佢冇關事，你刪除佢啦。咁好多時候就下一個問題，大家唔敢刪除就係咩咧？就係好驚，好似呢張圖咁樣，即係會有人話我唔知喎，我真係點知啫？我唔關事嘅。好，冇問題。第一樣嘢處理呢啲事情先，所以喺會議之前，花10秒鐘用電郵通知嗰啲好似唔係上好相關嘅同事，話俾佢聽嗱，我哋會開個會，咁但係個會咧，我哋覺得咁唔係直接關你事嘅。不過我都電郵通知你，如果有需要嘅，你話俾我聽，我哋有咩幫你講。完咗然之後啦，唔好淨係得電郵，口頭再講一聲，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呢個會議咧，可能就唔使用你寶貴嘅時間啦，你有冇嘢特別要我講啊？完10秒。會議之後，口頭講一聲，哎呀，阿歐啊，我哋開完個會啦，之後咧，我哋補翻嗰個嘅記錄俾你，你有冇咩特別嘢要想知啊？佢多數都冇噶啦，完，然之後用電郵通知，完全避免咗唔知道。之後下次同佢講，佢話佢唔知道嘅時候，你攞翻2封電郵出嚟對付佢，好簡單嘅啫，翻工嘅。另外喺會議裏邊做一啲有效嘅宣言，左手邊係一個無效嘅宣言嚟嘅，話我哋會進行2個鐘頭、1個鐘頭嘅會，今日議題冇意義啊！你試下仲右邊，我哋今日討論嘅係呢件事，最長係1個鐘頭，我哋達成目標就結束㗎啦，大家多多配合。咁可以大家好簡單嘅啫，只要我哋討論得到，我哋正式散會㗎啦嘛。OK，我哋將1個小時變做30分鐘都可以。你講呢個句子已經代表緊你珍惜時間。頭先有講過2分法或者4分法討論，咩叫做2分法？講咩留低咩唔留低，留低嘅綠色，唔留低嘅係相反唔寫啦。OK，留低嘅係你想做、能夠做、採用嘅、贏嘅、低成本嘅、簡單嘅。4分法複雜少少，我哋有2條軸，一條係實現困難去到容易，呢條係效果由低去到高。既然又效果又低又難實現嘅，放棄佢啦。如果實現係難嘅，但係個效果係高嘅 ，OK， 咁咪付出努力咯 ，OK。實現係易嘅，但係效果係低嘅，咁咪俾少少力落去，睇下有冇收成咯。實現係易嘅，效果係高嘅，即刻做啦，仲諗乜嘢？你只要將你所有嘅可能性擺喺呢4個格仔裏邊，應該都好清晰，你仲要做啲乜嘢㗎？咁之後頭先有講過1頁式嘅記錄，咩叫做1頁式記錄？清楚地表示背景、目的、議題、成果、跟進係一個好簡單嘅表啫。任務、負責人、日期，總之將所有嘢壓縮喺1版 A4 紙裏邊，夠簡單夠清晰。你之後再補任何複雜嘅記錄俾我，冇問題嘅。總之我1頁攞得到走，完成的時候我們到底在什麼？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嘅讀後感其實就係、其實會議好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個劇本啊，因為我哋而家都開始嘗試緊用 AI 去做一個會議記錄，係強嘅，但係失咗焦點解？因為其實個焦點一直都喺個會議主持人裏邊 ，AI 淨係話緊俾我聽佢發生咗啲乜嘢係 what， 而主持人其實決定緊接下來做什麼係 what next，what next 先係緊要，因為你嘅個會議係要做個決定 ，what next 先係緊要噶嘛，個會議係有目的㗎。咁所以我亦都好喜歡一句就係、其實我哋要刪減啲不必要嘅人員。咁我喺討論嘅過程啦，同 Jeremy 咁佢都會話啊，咁樣會唔會好冇禮貌咧？其實我會覺得係一啲都係第一充滿咗禮貌，第二其實對面嗰個同事非常感謝。點解？冇一個同事中意開會，特別係嗰個會根本上唔關佢事。如果你話我唔使參加，我可以肯定話俾你聽。如果有個會有人過嚟同我講啊，歐你唔使參加，好嘢 ，yes。
因為根本上我都唔關事嘅，你叫我做乜嘢啫？係咪先？如果你話好驚，知道呢個同事好sensitive嘅，好中意參加會議嘅，你咪俾埋嗰一頁會議記錄化解佢心結咯。咁另外啦，其實我自己讀呢本書嘅時候都承接緊80-20嘅原則嘅。咁其實我而家讀一本書比得更快啦，即係我淨係睇翻緊其實本書裏邊有啲咩內容，因為我會覺得其實本書裏邊80%嘅內容係嚟自於20%閱讀。當然我都仲想閱讀嘅，咁但係其實我係咪需要花極大量嘅時間每一隻字都去到睇咧？咁我而家越嚟越多心思嘅，咁我會反而多啲在意喺嗰個讀後嘅反思，即係而家呢個部分。咁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啦，創作一個投影片，即係我而家做緊呢一個部分啦，其實已經屬於一個藝術創作嚟㗎啦。咁會令到成件事係更加屬於自己而且實在嘅。咁喺做完之後，我頭先同 Jeremiah 都來回咗3-4轉啦。咁我叫佢俾一啲好好嘅 feedback 我，咁佢亦都俾咗一啲好好嘅批評我。咁其實好大程度上邊啦，我都唔覺得我附近嘅人有能力去到再俾呢啲咁樣嘅 feedback 我，即係佢哋可能由於種種原因咧，要時間啦、能力啦等等啦。咁但係我都好想可以去睇到一啲好認真嘅批評。咁因為咁樣先至會真係再令到我再上嗰一層。咁另外我自己更加重要嘅就係，即係睇完呢本嘅會議術之後，我喺我生活裏邊去啲應用翻咯。咁所以大概我哋今次嘅分享去到呢度，希望今次嘅閱讀學分享可以幫到大家。咁有機會我再見啦，拜拜。